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家己的小朋友，较紧较紧的！哦，等一下，咱们去摕宝藏，你有信心无？啊，你平常时甲我咧讲台语？你有较细小，你平常时甲我咧讲台语？啊，等一下就是尽量讲。啊，今仔日毋是来上课，今仔日主要就是来耍游戏，啊，做伙讲台语、学台语哦。小猫是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笑问神，要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。水上的囡仔子，也有上有爱心的秘密队长，大家好！哇，今仔日囡仔子哦，非常的水，而且哦，大家拢笑眯眯，一定会摕到宝藏，你讲对唔对？我最近啊，看真侪哦，古早时代真侪伟人的故事，我想要问小朋友啊，这个囡仔子，若是有一天，你会放到这个历史的人物见面，你会选择什么人？而且你会问伊什么问题？关羽啊，你会问伊什么问题？你敢会惊死？这有可能要去跋杯。因为啥？因为伊足勇敢。哦，足勇敢，真好。诸葛亮，诸葛亮，诸葛亮。因为我想要问伊，为什么伊啊一直摕一个魁首伫遐一粒一粒？亏死。亏死哈。哦，貂蝉，因为我想要问伊要安怎变水的？你即马落足水。李白，李白。我想要问伊，为什么爱啉遮济酒，写遮济书？写这侪诗的。这真是，那呢，即马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最上高校上水队，出来！欢迎光临。水上高校的小朋友，来，咱先起来遮。来，汉是，你即摆是咧创啥？你是动听是无？啊！你看袂出来我咧创啥吗？在念啊！抓头啊！通常网都毋是用掠是来拍。我甲你讲，这是我最上流行的，我家己发明的，叫做通拖舞。毋是，我甲你讲，你若是要讲到跳舞，拄好阮这四位小朋友跳舞真厉害。而且出来拍练刀啊，拍麒麟真厉害呢。你拄才拍练刀，我想要拍，啊，毋过足难的呢。敢会使试一下，大家看卖。音乐。我下水嘞，厉害吼，真精济嘞。像你安尼练舞练偌久的时间啊？阮两个8年。8年哦。啊，毋着对你幼稚园就开始学啊3岁。 ？3岁。哇，当会晓行路无偌久就开始学跳舞。你敢有法度甲脚骨囥伫咧头边啊？安尼我通请问恁一个动作，恁看卖，恁敢知影这个动作的台语安怎咧？好。你看我的动作。高一条线一条线对。嘿，所以逆卡，
不会。哦，拍婆啊。有真你啦，可。你考我。哎，我知影。我台语比你较厉害，恁舞蹈比我较厉害，安尼算公平。好。第一关有信心无？好来，准备接招，演来看。好康斗相报，两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恁要去倒一空，另外3个人就要讲出台罗拼音共声母的词，看到几题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咧？迄是我今日来的小朋友。除了跳跳舞以外，因有参加真侪比赛，都有得奖。你敢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下，你有参加什么比赛？全国舞蹈比赛，舞蹈比赛赛。啊，跳什么款的舞？跳武功点的。武功高强啊，武功哦，拍武功哦。哦，最厉害。哇！啊，酸呢？多一项无60公尺的60公尺的啥物？比赛，招标比赛，招标比赛有得奖无？有哇，第三，阿妈最厉害啦！阿嘛真厉害啊，系啊系啊。啊，搁有这边敢有比什么赛？全国的浪头比赛，哎呦，啊表演了啥款？特优，哦，特优哦，特别优秀的意思。而且每一个佫是加伊的魔幻性，最厉魔害幻性哦。哦，这一定要拍破的。哦，来到这的小朋友拢真优秀。来，啊，咱的温酸， 800公尺的比赛，啊，走了啥款？我第2名。第2名哦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哦，今仔日就看卖，恁伫这个舞台非常了不起的舞台，通啊得奖。来，加油，现来干！加油！加油！红色的较难哦。来哦！加油！哦，这个，青色的会使，青色的会使。加油！来，安怎念？红雷的红，风来风，红白红，红马对，红马，退惊的退，嘿，水，好人。好人对，来，哦，一题。加油，看看，派去迄边较侪青色的。排过，哦，这个办赛，好，哦哟，免坚持，对。啊，安怎念？香我的我这个音可能就是红色的嘛，所以困难小可。五金水，哎呦，有吧？有无？五哦，是安尼哦，哎呦，啪！哇！五时水，五是水，哦，对，来，这红色有真正足困难的。来，当较过。嘿，可以过去。好，可以过。哦，水，这是倒一个。来，安怎念？勇气的气，起，靠靠掉，困气，靠在掉，来，加油！有着好啊，今日时间要到啊！时間要到啊！有着好，可以較過慢啲嘅，期待，咪做配這慢啲擺嘅，賽，過一個，安怎念？能心的乐，给人，掉雞卵掉，你卡尾，你卡不诶，嘿對，你卡尾掉，愣着，好，時間到，好，N 是無唔對，好，無要緊，咱佫做伙來復習看覓到底對幾題，現來，好好啊來復習一下，第一個字勇氣 ，KH 的這個音，科，要去答，有啥物字？想看覓？卡，通常攏是向你跪，阿妈，阿嬷你跪，阿嬷就愛跪骹，跪骹啊，甲佫有。上课，哦，上課，第二課，過來，軟心的軟，咱一開始就講，
什么？蜜卡味，水蜜卡味，大家水用着真好。啊，搁有，若是要变较巧的，就是爱为你的下骹软脚骹，哦，嫩球，哦，保平安，爱新软年开始有嫩球，软脚骹。嫩球。能好，给他安尼有后一题，上鹅的鹅，哦，鹅，NG 这个音较无好发吼。啊，搁有硬，硬到啊硬大到，眼大，五彩敢是？五彩同一个字啊，五彩，五彩，五彩丁光。哦，好哇，真厉害，拢总摕到11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真厉害哦！后一关继续加油，准备接招，迎来ka！台语上练档，咱来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，看要题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扣扣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我相信恁吼一定足介参加学校的一寡活动，因为恁家己足介舞蹈的嘛，参加社团。啊，敢有啥物活动是恁特别介意的？运动会，哦，这边运动会，运动会。啊，为伫这边呢？舞蹈表演，12月的时阵会有阮家己关的舞蹈班的联合表演。哇！联合表联演。合的哦，就是甲几啊间学校啊做伙办的，就所有会跳舞的哈，拢会做回来，对不对？你唔通想无用。哎，好，我尽量卖，我出一支嘴就好啊。哦，安尼大家拢年讲话快。中年尾啦，差不多拢年中年尾这个时阵，哦，就办一个较大型的。联合安尼联合大。哇，真好真好，未来一定是伫某一个舞台看到恁跳舞，哎呦，因为恁遮尔优秀，对不对？即马就开始要考验啊哦，加油哦！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来，开始，几个字，几个字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哦，遥控器若无电也用换啊，讲到电啊，讲到电啊，无电讲着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看时间咧用的物件，看时间的用手表，手表，哎，对啊！表啊表啊手表，三个字，数学会用到的物件，爱用着，三个字，爱用饲的，爱用吃的，计算机，对，几几个字，个字？两个字，拍戏的时阵，伊会甲你讲安怎演较好。导演，讲到讲者几个字？三个字，有水，然后学校有游泳池，哦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你想要记录一个美好的时间，哦，美好的风景，对，有啊，真好真好。两个字会伫你兜的门外口，门外口零，电铃，电铃对，水哦，几个哦，字？配合了真好三哦。个字，嘿，电视爱拍开会用到迄个物件，电视啊，拍几个用？遥控器对，水。遥控器，几个字？三个字，便利店你若要入去，爱经过啥物物件？经过电动门，换一种主动门。主动，对，是用对啊。三个字，学啥？哇，直接听到你个意思来。听到了，两个字，加油啊！去餐厅，夜饭的时阵到底会有啊有啊，讲着到啊，餐厅的啊！哇，这真正一时间就规个拢爆爆落来啊！啊，到底得几题，咱就做伙看卖一下。现在讲，哇，因这拢是舞蹈底的吼，体力拢真好，而且因拢有分配哦，规题头先拢伊讲，后壁拢伊讲。嘿哦，袂歹袂歹，真好，咱来学习一下。电池头先有无说你讲着是毋是？对，啊，电池通安怎讲？哦伊爱另外。等，一粒等，有分号码。对，有分号3号码，几号、4号3号、4号、1号的嘛，大细粒无共，安尼差不多啊，电池差不多啊。烘衫机，衫啊袂使，袂当用衫，哎，这辛苦穿的物件用是不是？打用好大，迄大用大的，物件，对，
哦，安尼歹使啦，倒筋，倒筋，豆筋，啊，惊垃圾会粗的，嘿，粗倒筋嘛。就红鸡鸡白阮小小的家就是有倒衫。筋啊，我有歹势，阮遮有淡薄仔要惊垃圾你。对，倒筋。好，咱来看卖，恁拢总着着7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真厉害哦！表现了非常好。上尾关继续加油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2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扣扣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猛哦。咱华语啊，有一个字叫做抱，啊，伫台语咱分较幼，有抱甲揽，对无？啊，伊主要就是你的迄个对象，啊，佮有伊的动作会无啥共款。亲像咱狗啊，也是猫啊，拢是用倒一个字？抱，抱。你看咱安尼甲抱起来，啊好啊，啊好啊，无要紧，乖啊好啊。你看安尼抱。你莫配音，然后会惊啊！安尼抱嘛，啊无就是咱安尼抱，亲像抱啊，抱囡仔，囡仔嘛安尼抱，你看亲像咱，烂，我应该就是咱，啊，我白夏夏，好好，安尼咱，烂的是这动这就是作，咱。嘿，这就是咱，因为我无可能，我白下下嘛，对不对？我白下，我懂，哎啊好啊嘞，好啊，你哪遮真啊？你看。啊，即马开始要甲动物赶转去后，你爱较温柔的，啊，毋过袂使去抱，嘛袂使揽，知无？加油，请就位，来哦，现在卡，好开心啊！开始，来，讲啊好，你有乖无哈？嘿，看有乖无？应该是心情袂歹啦，应该是欢喜啦吼。较轻的，爱到门口靠较轻的。伊动物就是需要陪伴，咱头先甲伊揽者应该是，即马气持ち真好。好，这熟悉的，哦，轻轻啊，轻轻啊，好开心的，加油！差不多。讲啊好，你有乖无哈？嘿，看有乖无？较轻的，应该是心情袂歹啦，应该是欢喜啦吼。较轻的，因为动物就是需要陪伴，咱头先甲伊揽者应该是，即马气持ち真好。好，这熟悉的，哦，轻轻啊，嘿，轻轻啊，好开心的，加油！差不多，留言卡冲，你甲咱嘛无好啊，你甲看。卡冲，伊就卡掉的啦。你换一只无？先甲看一只，换一只。一万，就轻的哦，一样的。好啦。这较简单，哎呦，紧的。来，安怎？科比的辣椒科比，皮底的皮青。哦，水。一万。加油！阿威啊！来，第一个你要进。我进站的家己卖经困12点钟啊！好啊，搁抱一个，搁甲抱一个。起啦！加哇，所以拢买的。好，明仔载不要带你去那个游乐园。无干。开始，好，预备，挖一下，预备放弃啊！快紧，较紧的，阿仔，阿仔，加油！往顶管的，Aki，差不多，这个意思哦。有啊啦，安尼有啊啦，我袂使。袂用哦。报纸甲青啊我。爱讲坐伫青仔的较看较无啊！好，对。啊，我看有机会无？我阿母伫溪仔边放一个二盘，放一个二盘掉，水，时间嘛到啊。水，哦，加
打死去哦，这动物无介乖哦。啊好啊，可能无啥欢喜，一定是你感冒啦。科比安怎？科比安怎？来想看卖哦。伊个对着科比天顶的月娘同款温柔。哎呦，真好，袂歹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题目，情什么到什么？就早时到今摆我拢无食饭。哎呦，对，安尼袂用诶，安尼会昏倒。你减肥，袂使囡仔爱食，较会一暝食大一寸。好哦，后一题报纸甲青啊，小弟甲报纸放伫个青啊的头顶，青啊卡。青啊卡，青啊卡。哦，好，后一题溪仔边甲泥盘，白谢谢你讲。是。溪仔边有足侪泥巴头徛。系啊，我白蛋啊，我白蛋。我白蛋倒一。条溪我嘛要去。落水溪，老水好啦，真厉害！咱今仔来看卖，恁拢总摕到4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加起来非常优秀小朋友，啊，毋过保重敢摕到咧，险来甲。嘉义水上的小朋友实在介厉害。3个金扣扣，你们选倒一个动物咧？倒一个玫瑰咯。哎呦，好来，手甲牵起，牵起啊！我讲请指落再指落。你个金扣扣，玫瑰咯，敢有可能遮好运嘞？请指落。哇，玫瑰咯，康康。各两个机会，你们选倒一个？就好。好，轻啊。好，牵起啊！敢有机会嘞？请指落。哇！颁奖！大家起来！容易得到咱 DIY 控装啊组，控装啊组，空起来，空起来，空你心目中上幸福的件事。赶快哦，是不是足十八？真重重的吼。啊，恁对家己未来的厝，敢有啥物你想要来的感觉？你该透天的别装的，还是虾堡。一站呢？一站的？白粥，别装。个爱有有内行的啦有安尼。因台语我讲到遮好，啊舞蹈我遮好，还佫定定去比赛跳舞，啊拢得顶，哦，真正破声佫甲吹落去个啦。后摆继续讲台语好唔好？好。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讲台